南投县政府12月初4要来举办武界奥万代追风自行车的挑战赛，这是一条全新的路线，有65公里长，为日月潭出发，骑到奥万代，一路上的风景拢真水。 南投县政府和林务局规划出全新的自行车路线，伫12月初4举办2022武界奥万代追风自行车挑战赛，对日月潭出发，骑到奥万代。那沿途呢，当然有很好的，就是我们原住民的部落的一个风景，在的美食呢，都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车友。那我们奥兰大最近几年也把我们的硬体设备还有软体设备呢，也陆续的把它建制完成。 官府嘛邀请出名旅游节目主持人魏华选来试骑，担任失败代言人，伊嘛要互民众几挂建议，就是要提醒大家，就是在骑乘的时候一定要带后灯，遇到隧道的时候要减速慢行，然后用最慢的速度来欣赏风景。这条路线总长度65公里，海拔上悬2311公尺，报名时间到11月11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来挑战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 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